怎么师父伫遐甲各位讲这个代志，恁注意听。善恶果报皆心量，为人慈悲多谦让，勤加忏悔能消业障，念佛成佛寿无量。各位，咱善甲恶，这个所得到的果报，你做善一定有善报，做恶就一定有恶报。唔是无报，时间未到，一定会报应。这个善恶啦，安尼伊发生的这个状况，咱家己该心量是心量是你的心创造出来。迄个你若是观念若是正确，你当然咱就要帮助人啦，咱尽量互别人欢喜啦，各位咱拢甲人结好缘，嘛是你心做出来。你若要陷害别人啦，要设计别人啦，各位度量真浅见，安尼甲人计较，甲人冲突，嘛是你心做出来物件。所以你后摆善甲恶，拢是你家己心创造出来。为人慈悲多谦让啦，为人要慈悲啊，慈悲各位。度量较开阔者，各位爱慈悲，咱唔好讲爱擦擦机明就对，斤斤计较无需要。世间咱就要来结好缘，你看迄菩提达多安怎样甲佛祖阻碍，想尽办法要甲凌迟就对安尼。但是佛祖伊要成佛的时阵，伊就讲：我后摆若是成佛，我头一个要救这个菩提达多。当初是伊，就是因为伊刺激我、伤害我、想尽办法阻碍我。今仔日我知影，伊就是我的善知识。我不但袂怨恨伊，而且我若成佛，第一个就是要救度伊，救度伊了，要互伊去做佛啊！你看，佛祖的北堂有大无？各位，你看，安怎甲欺负伊就对安尼，想尽办法甲凌迟伊就对，佫甲伤害伊安尼个。但是伊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讲，我头一个就是要度这个人，不但无去甲报复，反倒转来要一定要救度伊就对，各位。所以咱为爱慈悲，多谦让，爱谦虚，爱礼让，爱礼让别人，互别人大家拢占头前，咱徛伫后壁，无要紧。坤家忏悔消业障，哎呀，认真拍拼，爱去忏悔。咱若唔对的所在，咱呢赶紧忏悔，悔过就对，悔过。安尼咱的业才会消，我们的业障才会消，才消业障。尼虔诚念佛，你念佛就会当去成佛，这是佛祖甲咱吹口头的答应。我答应你，你只要念我的名号，我就救你，互你去西方，西方怎？互你去做佛。所以念佛一定成佛，你寿无量，你的寿命会跟佛祖同款，佛祖偌长，你就偌久安尼就对。各位你甲看，免像咱世间你吃偌济，互你100岁、120岁，咱就爱死啊！你当呢，一定爱离开嘛。你有生就有死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定爱死嘛。你知影你有觉醒无？你爱死爱知影唔知？那每一个人伫世间，无一人例外就对。咱有一天要死，但是因为咱心中有念佛，所以后摆咱有佛祖通救度你，佛祖要互你瓦靠所以讲咱就是靠伊，咱赶紧来去西方。所以后摆你念佛成佛，寿无量。今日真感谢咱在座各位，安尼你唔知听清楚无？听清楚好，阿弥陀佛。